香港女青年商會簡稱女青商 JCI Hong Kong JASUS 喺1969年成立，係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轄下嘅第5個分會，全亞洲第1個同埋全球第2個嘅女性分會。會員人數包括資深會員同埋準會員接近200人。會員包括企業家、公務員、行政人員、會計師、設計師同埋科技專才等。女青商曾經喺1979年成功籌辦亞太大會，並4度籌辦香港總會周年大會，更多次獲得亞洲同埋全世界最傑出分會嘅殊榮。女青商每年因應社會發展嘅唔同議題，籌辦一系列具創意性嘅工作計劃，包括關注婦女健康、青少年發展、推廣社會和諧共融等等，從而培養會員領導才能，服務社會。而女青商亦都提供個人發展機會，例如多元化嘅訓練課程，同埋成為董事局成員，擔任國際青年商會同埋香港總會嘅唔同崗位。每一年更加有機會去參與國際性嘅青商會議同埋內地考察活動，擴闊視野。憑住會員關愛行善同埋勇於創新嘅精神，香港女青年商會積極鼓勵更加多年青女性加入，成為領袖人才，訓練自己，為社會作出貢獻。